啊，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伫遮甲大家做伙来过即个2022年的最后一日兼且即摆伫台湾，因拄好上要空档啦伫世界各地应该有开始咧，已经空档过咱搁差不多搁7点钟搁过无偌久咱遮嘛是会当搁开始空档。今仔日我先来share即张图啦你有看到无？有。即张图是咱一个姊妹伊算讲是一个真出色的一个艺术家叫做 Nami Yang 伊嘛是咱即个巴比妇女会伊是啥物个干部啦因来做啥物职务我毋知影。即摆嘛伫现场，伊有sign in入来。Nami，你敢要来讲你即张图一个？你都真水啦足侪得到真侪人的学乐伊是阮遮有一个新艺会新艺会算做讲创办人之一啦伊算做讲伊的图有伫足侪所在伫遐来咧摆我有甲伊讲过阮有要办一个即个台湾文艺复兴即个论坛拜托你来拣一幅图就是提供一幅啦通常艺术家拢无啥爱讲因的意见，因的话的创意，互人知影毋过我感觉即幅图迄个色特别水我看是咱遮伊遮有几个即个日头花啦所以用即个来做咱即个广告的网页的主视觉今仔日咱真正真欢喜真有福气会当得到偌著名牧师来甲咱分享即个 topic 即个 topic 无即个主题毋是讲介好讲啦是咧讲台湾的文艺复兴我想伊来讲台湾文艺复兴就是台湾长老教会伫遮会当扮演啥物款角色即个主题伊来讲真合啦是安怎讲呢？伊是算做讲是新竹遐的客人毋过伊伫花莲出世伊伫台湾受神学教育嘛伫美国神学教育伊伫台湾有伫客庄伊是客家委员会下面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伊牧会的所在包括北美伊伫迄个圣路易斯搁伫honolulu伊算圣路易斯教会、台湾教会，伊迄搭开设的真难得就是讲因咧起教会时阵，东乡会算共捐一笔真大笔的钱，捐25万美金，互因会当来迄搭来开始来开设安尼伊伫台湾台湾的双连教会伫牧会足久佫较难得的就是讲伊伫台湾圣经公会做总干事老牧师伫遐做几冬，做20几冬总干事台湾圣经公会的贡献就是讲将圣经翻译做台湾各种的母语好，安尼我就先介绍到遮下面咱做伙来念一首即个过年的诗啦介绍我来找来即个。因为我特别爱来迄个大家来练做伙来读看卖啦因为这是阮每礼拜啦阮拢有即种的形式来伫遮咧唱歌啦即个图片拢会当去伫迄个 internet 顶悬掠着所以你也看伊这是汉字下骹罗马字安尼来咧唱啦所以也是讲，咱台湾有1000外间教会差不多台语教会总共即摆我看还佫成千间啦若讲甲迄个
客语教会，甲还是讲原住民教会扣掉，用台语咧礼拜，还佫有清华经，所以就是讲逐礼拜吼，咱的即个有伫教会人清华经教会有迄个机会来用即种的形式来咧吟诗，就是讲顶悬汉字下骹罗马字即种方式，无咱我调工经即首就是讲加减有一个过年的气氛啦，长老教会圣诗，即摆新圣诗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采用足侪即个本土本土的音乐和本土的诗人做的歌啦，介少占有25% 以上。较早旧的大部分拢是迄个美国的即个，还是欧洲的宣教师因用因的迄个歌曲甲翻译过来。即摆咱的新圣诗内面介少有25%是本土的元素即首歌是叫一个叫做王明仁牧师写的词陆伟德牧师伊用即个思想机的 melody 做动机来甲伊写做音乐好，无咱大家做伙来读看卖用即个形式来做伙读看卖来无秀婉，你敢要抑搁伫遐？你头仔真好读，你敢要试看卖我来读看卖逐个嘛会使读吼。来，一年过了，过一年，上帝恩典满满是，逐项福气伊赐交备，我心感谢来吟诗。好，第一节好，第二节有人要来志愿无？志愿来举手。贵兰，你敢伫遮？贵兰，你来念。来，贵兰第二节咱的乡土美丽岛，四季如春，实在好。大家同心，三合三听。三合，大家同心三合。三合三听，虽有风影，免惊吓。好，到遮所以即摆这就是甲大家安尼展示一下就是讲咱若干那用汉字来咧读有时个音拢会唱毋对去甚至阮伫教会长老嘛常常若要伊若干那挖靠汉字有时迄音会唱毋对，原作者音是用白话字咧想的安尼有时变做讲迄个音去甲读毋对去，煞意思煞毋对。譬如讲，北京迄个爱啦咱有时爱读做听，有时爱读做爱若无照即个白话字的音去甲读有时煞即个意思会去走精去安尼。好，安尼下面我甲时间交互即个赖俊明牧师真多谢真多谢你安尼透早6点半就起来到山顶安尼好，赖牧师请。多谢。各位在收看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或者的兄弟姊妹、好朋友，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小弟是叫做罗俊明，我是真荣幸伫遮有受这个文化论坛的主持人杨良光长老拄则也有陈秀基姊妹也伫咱的镜头的顶头也受因的邀请。今仔日我伫遮要用主办单位所呼我的这个主题，就是台湾文化的复兴。台湾长老教会会当扮演的角色，我搁读一摆就是台湾文化的复兴，台湾长老教会会当扮演的角色。我相信主办单位会邀请我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本身细汉出世
来信主的时，就是伫长老教会的内面。后来我伫长老教会做牧师，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也做过总会的议长。也毋但呢，我后来来美国读册的时，也是伫美国长老教会咧做牧师，也牧会伫 St. Louis、Missouri 也夏威夷的教会，所以我今日真好胆就接这个任务，要来甲咱大家来三甲思考台湾文化的复兴，到底台湾长老教会要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我伫遮先来发表我的浅见，请大家多多指教。后将我伫遮爱来分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简单的历史，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使用的台语罗马字拼音的圣经，到底对咱台湾文化的贡献有甚物？这是我同大声要甲咱大家分享的。有在研究台湾宗教史的学者，大家拢总知影，基督教上早、上大来台湾的教会，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公元1865年的时，长老教会就对英国由马雅国医生，伊毋是牧师，伊是医生来到伫台湾，用医疗、传道、教育将耶稣基督福音传伫大省伫台南府城，后来遍伫台湾的南部。7年了后，就是公元1872年的时，台湾的北部的淡水嘛有一位对加拿大来的马偕牧师，伊将基督教福音也宣扬伫台湾的北部地区。这就是长老教会伫台湾传福音的开始。实在真奥妙的代志，就是这两位宣教师，咱叫做 missionary， 因拢是基督教历史的中间上悠久的长老教会的人物。因两个人无相约哦，总是差不多同时阵来伫咱美丽宝岛的所在。因上大声一个来遮要传道理，是先学台语，用咱台湾本土化的台语，来对咱的台湾人传基督教的福音。而且我也要强调，就是这两位，因无想讲英语是世界语。我讲英语，你去翻译做台话来听，安尼就好。台湾长老教会就是秉存这款的精神，尊重台湾，固守台湾本土文化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互基督教的福音通洋入伫咱台湾的历史的命运的中间。过来，我爱讲到伫台语这两字，咱今仔日真可惜，生活伫台湾的百姓，大部分拢总用华语在交陪讲话，甚至连
咱台湾本土的人也是用华语，不过该在有强，我伫研究的中间发现到，台湾的南部的囡仔，台湾南部的这乡亲，较济拢还阁伫用台语。不过，若伫北部的，恁就会通听见爱用华语来去做交陪的所用的语言。伫台湾使用台语文的开花结籽，伫美丽宝岛，会通互台语满山岭遍边洋，也互所世界的人拢会晓欣赏台语文的水，也互台湾人拢会晓去自觉咱台湾话的重要性。迄个最大努力，我爱讲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即马有真侪牧师、真侪会友，是伫教育部所任命的台语教师的职份的内底，伫教导咱台湾人来安怎讲台湾话，发音互正确，互台语的水，大家通相甲来享受。我大先爱遮来介绍长老教会所支持、所合作的一个台语单位。这个单位就是叫做台湾圣经公会。小弟有伫这个台湾圣经公会组织内面担任过19年的 CEO。就是中文叫做总干事的职份。这个教会的机构是伫1956年成立，伫这66年久的中间，已经将台湾岛屿内面所有得用的语言。我讲所有得用的语言，就是包括河洛话、客话、华语、原住民，至少有16族群中间的塔洛哥族的话、阿美斯族的话、布伦族的话、达悟族的话、泰雅鲁族的话。排湾族的话，塞迪克族的话，甲族族的话，这拢总阮有翻译出因所要使用的圣经，互各族群，因为特别原住民，在因只有讲话口音尔，因无文字。我有听过阿美族的这个先辈在讲起一个笑话，讲因原来开始的时阵是有语言甲文字，总是迄文字写伫石头的顶头。当因坐船来到台湾的时，无想到迄台船才沉落去，个石头的遐母音的字，煞全拢无去。所以后来因只有用讲话发音，内底交陪，无文字。长老教会真支持这台湾圣经公会的事工，也出钱出人，也斗努力推动。我相信咱大家会知影。各族群若用罗马字内底写因的话语的时阵，
就会通读出家己的母语。搁较重要的贡献就是，在罗马字拼音的文字，会使保存各族群的母语的正确的发音，也保存因的文化传统，也保存因的资产。第二项我也爱讲，上帝互咱世间逐个族群拢有咱家己的母语，拢有因真水美妙的这个母语，也咱共款伫台湾，咱嘛有上帝互咱真水的母语，伫母语的中间，我要举两个例，两个台湾俗语的例，互咱大家做参考。第一个例就是咱台湾俗语一句话安尼讲：龙交龙，凤交凤，稳固的交动误的。这足水的有押韵的台湾话俗语。搁一句就是讲，做田爱有好田地，娶新妇爱有好娘礼，这拢是俗语。这两句俗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简单说明：龙交龙，凤交凤，稳固的交动误的，就是伫敬个人。你若做人，甲什么款的人交配，你若甲遐会食毒的，甲遐会做贼仔的，做歹代志的人，相甲做伙久，你就变做亲像伊迄款的人。所以你交朋友就要谨慎啦。总是你若是甲遐个有品德的人，认真读册做事的人，相甲交陪做朋友，安尼你的前途就有远望，也会往正向内底行。这就是龙交龙，凤交凤的初步的解释。搁落来，这句叫做“做田爱有好田地，娶新妇讲爱有好娘礼”。这台湾人真水吼，咱真少人即马有台语会晓讲娘礼吼，这个话这句话意思是讲，你伫买田的时，你唔通想讲你俗无几仙钱买到5架10架田地咧，哇，好赚到人伫警告讲，你都要注意，迄个田唔是大地细地最要紧，太要紧就是迄个田地，就是表面的土的下骹。到底是石头格，还是沙，还是真肥的土，你都要知影。亲像安尼，可劝少年家爱啦，无论你要娶某，要嫁翁，你毋好简单地想讲，因兜有钱无？因有身份有地位无？我会通得到偌济财产，也是聘金。拜托诶，唔通只有注重安尼。你要娶某，你要娶嫁翁，你就要注意看伊诶父母诶平常时诶言行举止、做人甲别人交陪，因到底是有互人学乐，还是互人批评之地？因为真要紧。就是你要娶某，你要嫁翁，因对细汉开始，一直到大汉，拢总是听父母的话，拢总是食父母的喙烂水大汉的。所以爱甲咱讲，若要娶某的时，娶新妇爱有好娘礼。我解释这两句台湾的俗语。互咱特别学台语
的文化，而且的咱台湾人也是所有世界人，第二知影，毋通想讲台语是一个二等国民得用的话语。咱会日记是古早50-60年前，咱的台语袂使伫咱的电视的中间超过17%，因为我捌甲宋楚瑜先生伊做台湾的这新闻局局长的时，我甲伊讨论过这个问题。伊甲我讲，因为咱国家在推行国语运动，所以台语爱限制，所以伫电视内底只有敢若17%这数目字会使用台语，剩个拢总爱用国家的语言国语。因为安尼，咱台语煞伫电视的内底变做啥物话？变做一寡人在利用讲不得不切的话，遐不得不切的话，囡仔拢学会晓的。正经水的单位就无去啊。咱真感谢上帝，今日咱的政府已经开放，也咱通听到伫电视台内底有真水的台语的老师在教咱讲水的单位。那单位客话、原住民的话，拢总伫咱的电视台的内底，拢总有伫教学，有节目，有娱乐，对迄中间，互咱台湾人通来学习正确的母语。第三项，我直接爱讲台湾圣经公会对咱台湾台语文的贡献，会通将各族群的语言用罗马拼音的文字来翻译出正确的讲话发音，甲迄个话的意思，实在是台湾圣经公会真努力，甲台湾长老教会在推动的一个任务甲工作。咱捌定听着讲罗马字，到底罗马字是安怎来的？我来讲，互咱了解，伫中世纪的时阵，修道士也对罗马出发，要去世界各所在传基督教的福音。这修道士发现到，因到别所在去的是当地的人，只有讲话的口音，也无有文字通来表达因的口音。无有文字的所在，就真学得用口音来传达正确的话的意思，甲基督教福音的真正的信息。所以这罗马的修道士就发明用字母拼音的方法，也通将正确搁久长，会通保存的口音变做文字，也互因的母语通好留落来，互第2代、第3代、后代。这种来对罗马修道士所创作的拼音的文字，就是后来有人叫做罗马字拼音的文字。这款的罗马字拼音的文字，有真侪基督教的宣教师、修道士将基督教的福音传到伫全世界各所在去。当英国人、马雅各医生、巴克勒牧师、加拿大的马街
牧师，因来到咱台湾的南部甲北部的时，因无用英语对咱的台湾人在传福音，我拄则已经有讲，反正是用咱的台湾话。因会晓得讲台湾话，就是因为伊用罗马字拼音法来学咱的台湾话，这非常的紧。马街牧师学5个月，伊就要用台湾话，甲台湾人传道理，互咱当时淡水的人听了，感觉非常的感慨，讲这个外国人会晓讲咱的话呢。安尼，因要听道理嘛，听较会落去。我伫遮爱用一个我的老母，伊安怎学罗马字，来捌耶稣，信耶稣的这个故事来做见证，来甲咱说明罗马字拼音字母的功能，甲伊的贡献。我的老母是人的养女啊，咱知伫古早时代，养女啊是来做家事的，做10车工的囡仔，所以因无机会去学堂来读册捌字。有一摆，我的老母朋友招伊去礼拜堂听基督教的道理。礼拜堂的椅啊，有一本罗马字拼音的新约圣经。阮老母看伊隔壁迄个朋友，嘛甲伊差不多变做伙仔尔尔，总是足顺口，伫讲台语的圣经。我的老母真好奇，就问这个朋友：你哪会晓教？会晓读这安尼安尼，因为看罗马字圣经看拢无，看遐字拢甲咱汉字差汉济，所以甲我讲是的字。伊的朋友甲伊讲，真简单，你若会晓26个字母，你若会晓用26个字母，你就会晓读这本圣经。阮老母无相信，较简单的26个字母就会晓读。果然无想到，我老母经过3个月久，伫迄个教会甲遐个姊妹相甲学这罗马字的圣经，朋友甲教，后来我老母竟然会晓用罗马字来读全本的圣经。一个毋捌字的人，会使用罗马字读圣经哦，毋是一般册哦，经典的册。伊读拢有呢。因为罗马字圣经真浅啊，所以读了感觉非常的欢喜。转去甲伊的厝的人讲，厝的人无爱相信，因为厝的人拢知影你也无读册，你哪会晓读什么罗马字的册？阮老母读互伊的老母，读互伊的兄弟听，逐个拢感觉足奇怪，迄款的字，你哪会读得出台湾话出来安尼？这互咱知影罗马字对咱母语的贡献。伫1967年，我头一摆来美国读册。当时咱知影台湾，你要用电话无简单，非常的贵，嘛毋是家家户户逐个拢有电话通好卡，你就爱拨迄安尼得拨数目字，再去电信局，讲我要甲送讲话几号，伊才甲你接线，再去通安尼。迄是迄个时代，电话非常的贵，嘛非常的无方便。总是我甲你讲，我1987
67年，伫美国读册时，我逐个月拢会通甲我的老母伫通批，我甲伊报告我伫美国读册所看到的、所读到的、所经验到的，才是美国文化生做甚物款。我的老母呢，就是用罗马拼音的这个文字来写互我真侪勉励的话。我甲咱大家讲，我每一摆收到批，目屎会流落来。我无想到阮毋捌字的老母会使甲我沟通，说明伊伫台湾的情形，也搁较互我安尼感激的，就是我的老母伫每一张批的最后，拢一定有一句话交代互我，讲你伫外口，你就爱穿好烧，爱食好饱。我讲你听，逐摆批的上尾就是即句话，爱穿好烧，食好饱。兄弟姊妹，这就是天下的父母心，差不多对厝外的囝儿，拢总是用即句话来表达咱的父母伊对咱的关心甲疼痛。第二项，我伫遮爱甲咱大家三甲来思考的，就是伫咱台湾的历史中，无论是过去、现在，是未来，所会通扮演的角色，甲迄个意义。伫过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表达出因对台湾的关心，伫现在也是，也继续搁伫将来，我相信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本着即款的疼台湾的心，内底扮演做一个宗教人应该有的良心，甲做法。因为我爱讲的真济，我只有要拣出3项，伫遮来甲咱三甲想台湾长老教会要伫咱台湾的历史的中间，伫过去、现在甲将来，要扮演什么款的重要的角色？伫早期，长老教会对台湾文化福音上重要的第一项贡献，就是伫教育上，教育的贡献。当马偕牧师伫1872年伫淡水在传基督教福音的时，伊知影伊家己一个人要对北部遮尼侪台湾人来传福音，无遐尼简单，所以伫淡水就大先设立一个台湾第一间的学院。这个学院的名就是用伊的故乡，因为伊是住伫加拿大 Oxford 的人，伊就用伊的地方的名，甲学校号做 Oxford College。Oxford College， 这是咱台湾第一摆有一间学校用 College 这个名。这间学校即马就是叫做台湾新学院。校园的位置就是伫阳明山的岭头的所在。欢迎有机会，咱会通去遐参观真水的这个校园。果然实在有影，因为是加拿大人设的，所以因对规个校园的设计非常的古典，
也非常的水。后来马偕牧师伊发现到，咱台湾的妇女无机会接受教育，伊就想到来设立教育妇人人，会叫做妇学堂，这个名称的学校，来帮衬，互咱台湾的查某人较接受较正式的教育。伊设这间学校的是其中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就是伊规定讲来读册的这个查某囡仔妇人人，袂使白卡。我讲袂使白卡，咱即卖的少年家仔听无，拢是咱这年岁的老大人。咱拢知影，咱台湾古早的文化伫咱的社会中间，那千金小姐拢总都是爱白卡。这通讲是台湾第一摆，马偕牧师讲，恁若要来读妇学堂，请恁白卡头开，唔通白卡来学校读册。这会通讲是咱台湾第一摆的一个叫做女权解放运动。解放吼，遐个白3寸金莲的骹的妇人人，会通有真健全、健康的身躯来伫生活。这个运动就是长老教会所发起的。后来伫教会中，咱教会嘛开始伫竞选人，选出妇人人、查某人伫教会担任做重要的长老、执事的工作。咱拢知以前台湾的社会组织，甚至毋是台湾。连美国、英国嘛是安尼，查甫人做代志，查某人点点看，查某人无份参插伫这个代志的中间。拢是台湾长老教会是第一代先有选查某长老，做伙甲查甫长老甲牧师，来计划教会活动甲事工。真好笑的一项代志，就是当台湾选出第一个查某长老伫教会做工的时，马偕牧师将这个消息报转去伫伊的故乡加拿大的长老教会。加拿大长老教会足戆硬的，足惊的，因为安怎？因为加拿大长老教会无选查某人伫教会做长老啦，所以加拿大长老教会后来会选查某长老。我甲咱大家解释，是咱台湾的贡献贡献都转去互加拿大的长老教会，可见长老教会伫台湾在提倡女权运动。是最先锋的一个宗教，最先锋的一个单位甲团体，一直到现在，长老教会的组织的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单位，叫做妇女发展委员会。妇女发展委员会就是针对台湾的女权运动。长老教会来做详细研究、观察，连结全世界基督教的这妇女的组织，甚至联合这组织，甲联合国提供建议，这伫宗教界的顶面扮演真重要的作用。对以上我所讲的长老教会，对台湾的文化发展中
会通看出基督教长老教会上大圣来台湾传道理的时，毋是讲手干那要传基督教道理，教会真注重本地人的教育，要互台湾人有知识、有才能来建设家己都市，交做一个有文化、有国际观的所在。现今伫咱台湾全国基督教所设立的中学、大专院校、大学，就是希望通过甲政府、甲民间合作，共同努力来发展台湾，成做高水准的世界成员。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历史上后期人所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提高咱台湾同胞人民的教育水准。第二项，我只爱讲台湾长老教会伫咱台湾文化发展的中间，有另外一个真重要的贡献。就是创立历史上第一间西洋科学化的病院伫淡水，这是伫1880年的时就开始，迄阵叫做嘉医馆，拢是后来伫1912年1912年因为长老教会将传道理的中心对淡水刷来台北，所以这间嘉医馆嘛，互人对淡水迁徙来到台北市的中山北路。现在这间病院就是咱大家所真熟真知的马偕纪念病院。马偕纪念病院会写讲马偕纪念，就是在纪念迄位对加拿大来传教的这个马偕牧师伊的贡献，所以才叫做马偕纪念病院。这个病院内面到今仔日，毋知医好偌济千万的人会病。像是马偕病院，毋是只有敢若讲开病院真大间头，也真注重要安怎解决台湾的这病痛艰苦的人，遐是上少人得关心的。比如来讲，马偕纪念病院，也是讲长老教会是第一个来设立医治麻风病患的专科。咱台湾人叫麻风病叫做太久病，咱刚听这名，咱都知影真太久，逐个无爱。若生太久的人，拢互赶出去厝的。总是马偕病院来收容这太久病的人伫病院经过医生，迄个医生叫做戴仁寿医生，也伊真认真来治疗这太久病的人。真感谢上帝，到今仔日，咱台湾已经无太久病啊。这是会使讲对长老教会的马偕纪念病院发起一个真大的贡献，也真少人知影这个事。伫无几年前，咱马偕病院又搁设立马偕医学院。马偕医学院伫淡水的所在，设立这间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什么核心？就是疼心的医学，有爱心的医学，来甲别个机构、国家好、人民团体也好，三合研究。要安怎借着医学
的依据来造福人群。建设病院，推动全民医疗服务，这是咱现代民主进步政府应该要实行的政策。台湾长老教会伫这方面无输人，对传教的开始，毋是只有讲想要趁钱，也继续努力，毋茫会通用疼心来带动台湾成做世界级的医疗国家。第三项，我爱特别来强调，甲咱台湾的命运竟然是真有密切关系。长老教会所做的代志，就是面对台湾现在伫政治困境的中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勇敢来宣言呼吁全民政府应该面对现实，促成台湾成做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我再讲一遍，是呼吁政府人民大家共同努力，让台湾成做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这个理念还未完成，咱爱搁担当，总是长老教会徛头出来做这个代志。所以我相信是长老教会对宗教立场来贡献咱台湾社会大家唔通袂记的所在。咱台湾对1971年中华民国政府和世界联合国甲咱拄起咱的会员制了后，中华民国实际上已经唔是一个国家啦。世界嘛无这个国家叫做中华民国，迄是咱台湾的政府家己咧讲爽的。中华民国无互承认做国家，毋那安尼无要紧。搁较凄惨的，咱最近这2-3年已经体验到啊，伫中国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尽办法，武力、文化、经济、教育、商业种种的方式，毋茫来影响台湾，并吞咱台湾，成做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因为因讲台湾是阮的，古早就是上阮的。我咧想无咧。咱台湾这个上起码中华民国已经得要112年啊！迄边迄780年，讲好做咱属于的。我毋知影中共的迄个数学头脑是安怎咧算。面对这款的危机，国民党的政府敢凄惨，还得欺骗咱台湾人。讲到甲中共爱合作，讲到一国两制，也是爱有9二共识。其实，伫海内外，咱遮台湾人的乡亲拢知影，咱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咱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这个时阵，长老教会就站出来，真勇敢发表人权宣言。人权宣言是主角我讲的，呼吁政府爱顺探民意，促成台湾成做新而独立的国家。国民党政府是毋是利用伫1979年？咱大家都会记哩，这是咱的台湾历史的 turning point， 一个转点。伫1979年，台湾伫
伫高雄发生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互国民党政府惊到皮皮喘。因上大声掠什么人？掠长老教会阮的总会总干事高俊明牧师，用军事法庭的审判来甲伊定罪，定偌久？定4年3个月搁21天。你数目足趣味，432安尼足好记诶。4年3个月搁21天，将高俊明牧师关伫军事的监狱的内面，那安尼没收伊的所有的财产，强悍伊的翁某、伊的夫人人、伊的囡仔，咱会当想象迄个可怕。伫迄款的有敬重的时代，听到讲敬重来了，我想咱大家拢知影，惨啊！这个国民党政府主要会要掠长老教会的高俊明牧师，伊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伊发现到长老教会替咱台湾人伫讲出咱台湾人的心声，国民党的政府挡袂牢，也出手。就是掠头人，人讲出头算角，就是安尼。伊掠台湾人的长老教会的牧师高俊明，伊就想讲，若安尼，我甲长老教会教互乖，看互你点莫甲我讲啥物话。总是遐日姊妹，我会不然知影。历史毋是只有敢伫执政者的手中，历史的良心是伫民间。其实伫上帝的好旨意的中间，无想到国民党政府安尼做，甲长老教会想讲喙甲你封起来，互你毋敢讲话时，其实即种做法。互咱搁较侪台湾人觉醒起来，若出声，因为咱若无出声、无行动，咱稳死无坏。伫台湾所有的宗教的中间，尤其是基督教，只有长老教会徛出来，为着咱台湾人民勇敢地挑战国民党政府。一款错误的观念甲错误的做法，不幸伫基督教的中间嘛，也有一小部分的教派，嘛是伫坚持亲中的路线，口声声伫报社、伫杂志、伫电视台，甚至嘛有人替因讲话，拢讲。咱拢是中国人啊！咱毋通甲中国，咱的祖国分裂啊！中国遮尔啊大，咱台湾遮尔小，咱都爱乖听人的话啊！甚至有的教派嘛，应用真错误的信仰。认为讲宗教信仰袂使介入伫政治甲政府的权力的运作，咱拢知，咱对细汉读册开始，教科书就教咱讲，政治是啥物？政治是管理政人的事，政治是管理政人的事，包括宗教，所以。咱若拢爱关心咱的政治，爱有行伫死正的道路啊无，这是咱做百姓的责任。咱若放弃即款的责任，我你讲，这个责任嘛放弃你啊！
所以安尼，圣经有教示咱基督教，特别伫圣经内面讲，基督徒伫世间爱做世间的光，甲世间的盐。迄个意思就是讲，盐爱保护物件，食物，互伊袂朽烂去。光就是伫黑暗中带咱行光明的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的使命，也就是安尼。过去日本时代替台湾人讲话，国民党政府的时代也是替台湾人民来讲话。阮感觉到，阮应该有迄个责任，呼吁全台湾的人勇敢站出来，大家来做光、做盐，唔通互咱台湾烂落去。结束，我爱讲一个故事，来甲咱大家思考，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遮的主持人、创设人，也是参加者，咱就应该爱有甚物态度来面对咱台湾的将来的命运甲前途。我要讲一个故事。讲有一个送批的日本少年家因为伊拄伫日本才找到送批的工作，所以邮局就派这个菜鸟去真偏僻的山骹的庄头去送批。伊上食力的工作。就是伊送批庄头有一个山岭，山头顶头有3户的人，伊嘛爱送批到伫迄个山头顶头去。一礼拜至少爱送差不多3摆。毋过加在伊有一台自然车，也是讲脚踏车，伊就出力打，安尼将批送到伫山顶。当时这个少年家做代志真认真，伊就将山顶迄3家的批特别，伊家己去买鹿足水的，每一家鹿一鹿，安尼就卖到山骹的，遮伊爱送的人参插做一伙，伊就将安尼将遐批送到伫山顶的所在。互迄3家的主人看见这个少年家遮尔认真，因真欢喜。无偌久，这3家的大大细细，甲伊成做真好的朋友。甚至常常，这3家人有闲无闲嘛，无要紧，拢做点心，互少年家食。少年家上欢喜的，就是骑脚踏车爬上山顶，来送批这段路，做伊上欢喜的代志。甚至每一摆爬上山的时，喙哭出来，落山的时，就用唱遐日本的歌谣，安尼来过伊的日子。有一天，伊在落山的时阵，伊看到一个肩架头顶担一担菜的老阿婆伊相信这老阿婆一定是伊家己的厝的后壁埕菜园伊家己种菜摕出来卖赚几仙钱人补贴伊家己的生活。少年家看阿婆担迄个菜真重，真毋甘，所以就想讲我家己嘛爱食菜，就甲阿婆讲，你的菜会使卖我无？无想到老阿婆甲伊讲，
我无咧卖菜啦，我是咧卖花籽啦，卖迄个花的籽啦。啊，送菜，你若甲我买花籽，我送你菜。送批少年人，啥安尼规个牙去，啊无啊才甲伊解释，讲我真爱咱这个庄头的人，无论种田后买园啊，拢会使来种花，啊美化咱每一家，啊，互咱这个庄头会成做水当当的庄头。少年家啊，听了感觉真有道理。不过伊甲阿婆安尼讲，阿婆啊，我住的厝是甲人睡啦，也无种田，也无后尾园啊，安尼啦，我甲你买啦，啊你菜互我啦，啊迄个花籽吼，你去送人啦。无想到，迄个阿婆佫较巧，讲少年家啊，我知影，你逐礼拜2、3摆骑出脚踏车，啊送批去山顶。啊！你上山落山，沿路你拢会通上我互你的即个花籽。你甲徛在路边，伊遐草坡顶头，安尼以后咸菜就会花籽就会布芽，会开花哦。嘿，少年家想讲，就对，就甲阿婆讲，安尼所有花籽我买啦。啊，偌济钱你互我知影，阿婆甲伊讲来，半卖半相送，半卖半相送，我所有花籽拢总互你，所有菜嘛拢互你。啊，迄菜看你要安怎去分互厝边隔壁无要紧。对迄日起，少年家送批去山顶，沿路行，沿路就野花籽，啊分箍出啊，啊无想到。一时啊久尔，伊就感觉到山顶啊，哪遐轻松，因过拢感觉足重大，即马足轻松。啊，毋若安尼，伫山顶诶，遮厝主头家嘛拢在送伊点心，互伊心内感觉非常的温暖。后来落山诶时，伊嘛搁野花籽伫路边。不知不觉的中间，日子就来到伫一个冬天。迄年的冬天，雪阁落真大，盖满规山岭，白雪雪的冬雪，互满山遍野成做银色的世界，水无比。毋知安怎无偌久，少年家啊，就无阁出现伫迄个庄头伫送花啊。过当年的初春来临的时，山顶的人家忽然发现到，安怎山顶满山拢总路边有在开花，啊花蕊满满是规个山坪，拢总开五彩真艳丽的花蕊。这会使讲是历史以来，这个庄头头一摆会通看见。每一个庄的人面貌拢充满欢喜快乐，因为看到这花，家家户户拢招讲咱来爬山看花，甚至有人带数十年纪里也去一山顶的所在去遐郊游，啊，因去品遐花蕊的香味，啊，因去看遐满山遍野。那亲像天堂的景致，无偌久，这个消息嘛传到伫山骹的各乡镇，乡亲大细嘛下下阵阵招来看花，每一个人拢学了，哪会有遮尔比公园较水的花啦？果然无偌久。
那乡镇，甚至这个消息传遍日本，日本的旅行社就招人去，日本政府就派专员来研究，报社、杂志、电视嘛，拢闹热滚滚来伫报道这个消息，千万人来参观，来翕相。这个所在煞变做日本上出名的观光胜地。来参观的这民众，大家拢会好奇地问讲：是甚物人设计啊？到今无人知影。野花子的迄个少年人，伊叫做甚物名？嘛唔知影迄个卖花子的阿婆是甚物人。各位朋友，各位关心台湾文化发展的兄弟姊妹，人类历史的演变，毋是拄拄亲像历史教科书所描写的安尼尔。历史的真相甲奥妙，毋是只有历史学家甲政府的官员所讲的遐。真心实的，就是往往历史的真相是伫民间的心中。历史的真相是伫民间的心中，是伫宗教界的人的心中，是伫关心因家己的乡土的遮个人的心中。咱永过拢定咧读册，讲长江有偌长，黄河有偌长，即个淡水河偌长，对对来，咱台湾人毋知。总是，迄是咱的历史。咱若考大专的时，你毋知影，这个教科书所讲的，你袂当去读大学啦。真可惜，咱对台湾毋捌，总是咱捌迄个看袂着，也毋捌去。即马要欺负咱的中国的历史，咱知足侪，这是咱的悲哀。伫台湾历史的将来，要变做甚物款？咱现在活伫台湾人爱有自觉，爱负责任，也爱努力付出代价，甚至性命流血，有代价努力。无偌久，咱就会通修成，看到不夜开花，满满是的美丽宝岛。圣经内面耶稣有教示咱讲，天国亲像一粒芥菜籽，人摕去压伫伊的园。芥菜籽是百种精细的草食，第一世当是到伊大长是较大隆重的菜色，煞成做树啊，滴到空中的飞鸟来休伫迄所在。愿咱今仔日台语文的工作者，凭着这款的信心甲决心努力来做野花子的工人，上帝的确会祝福，互咱亲像芥菜籽伫咱的心地大长，做大树，也枝叶茂盛，通代代传。以上多谢大家的收看，平安。感谢罗牧师的勉励其实咱咧想讲台湾的文艺复兴啥物人会当做啥物款，啥物组织会当做啥物款，但是总是呢这台湾的发展呢，是咱每一个人拢着爱担会担即时我来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一个王正文牧师所写的王正文牧师伊即马已经过身啊，毋过伊较早伫德国
伫咧留学咧读新学诶时阵，伊迄阵啊就有参与伫咱台湾通信吼。我会记得伊有翻译一寡迄个潘霍华吼，伊甲中写诶书简，来写来刊伫台湾通信。伊转去到台湾以后，伊也写诚侪台湾诶诗甲台湾诶小说吼。即首诗诶歌词是即个王清文牧师来所写诶吼。我来分享吼。真好听的歌曲吼，伊迄调是用迄个造作，互咱原住民造作的古调来配吼。安尼咱阁有5分钟吼，迄个罗牧师敢会当互人问问题？会使，请。会使吼。好，安尼咱即摆若有要问问题的人吼，请你麦克拍开，来拍来。林医师有举手。你爱麦克爱拍开哈，林医师，你甲麦克拍开。你的麦克哦。林医师，你还未拍开你的麦克。
听无你的声哦，你莫过爱拍开。林秘书，你莫过也未拍开。拍袂开，啊无先话等位遐先讲啦，好无吼？啊，你慢慢啊，林秘书你家己研究看觅啊。爱请吼。后来等位遐先讲吼，啊，你迄个林秘书我先讲哦，迄吼，个林秘书拍开啊，林秘书拍开啊。拍开啊，好，好，陈律师，陈律师你先讲，你先讲。哦，你即摆有声，你讲，我 OK，我一个 comment 就是照头先啊，即个罗博士讲吼，袂输伫基督教内底吼，我若分做统派、中间选民甲独立派款安尼啦吼。我会了解就是讲，咱即个长老教会伫台湾敢有找到别个教派的人做朋友，还是讲做同志来咧推行即个爱台湾的即个运动安尼？多谢你的问题。我想我先说明一下，因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来伫台湾是伫清朝的时代来啊，然后过日本时代，然后过国民党政府的时代，长老教会体会到这无共款的政府对台湾人民，有时看做二等国民，有时看做实在是无。用长老教会信仰来看，这是毋对的代志。OK，所以长老教会真认同台湾本土化的这人。过来，你有在讲有一寡教派安那会无甲长老教会共款的立场？我嘛真同承认。为什么？因为这个教派有的是伫共产党占中国了后，因早对中国耍来台湾的啦，所以因的概念的中间只有中国是国啦，台湾是咱的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因的想法阮常常在找机会甲伊沟通来了解。你既然住伫台湾、生伫台湾、出世食台湾米，我毋望你就爱来听台湾。你会使听中国，总是你甲中国讲，恁安尼做毋对啦。安怎？恁恐吓阮，恁要带这台湾某吼？中国你嘛较好心的，摕一寡礼物来送互台湾，结果毋是呢。中共你要带台湾的某，你逐工用飞机、用飞弹，你甲想，敢有人要带某用安尼恐吓的方式？我问一个。破落过一个问题啦，就是这个教会，我想讲，比如讲浸信教会，大概就是这种的教会啦吼。即马中国伫咧拆教堂咯，怎样？因遮个人想讲，因若转去中国的时阵，因的这教会的前途是怎样？敢会想？敢有一个idea，讲到底对因的教会将来是啥物样？敢会想到即款的问题？我若了解到你的问题是，我爱先解释中国有合法的基督教，叫做三主爱国的教会。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教会号做爱国教会啦，只有敢中国只有特别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就是支持共产党统治的教会，后来有真侪中国人，因嘛无赞成这款的参主爱国教会，所以因就称做咱台湾的叫叫做地下教会，就是偷偷自会，无互政府知影的教会。原因伫对，我会讲有一项，咱大家拢有一个政治的了解。中国共产党上惊的就是群众运动，你人若多吼，伊惊，所以伊无爱互你人多啦，伊甲你分散，所以因为安尼，伊就规定讲，你若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的教会人，拢爱登记名，
村诶若无要登记，袂使做会员。有诶人无爱啊，因为伊知影，我若登记会员，有一天遐文化大革命来，阮兜拢死啊，所以阮就偷偷自费安尼。这是中国诶情形。其实台湾诶教会毋是讲拢总支持中共诶遮教会，嘛有一寡教会甲长老教会非常诶好，常常伫三研究要安怎去伫中国传道理。哎呀，安尼好，多谢，多谢。还无睇第二再请陈伟兄。罗牧师新年恭喜啊！这个你拄则有讲到1970年代吼，这个宋楚瑜有这个新闻局做新闻局长的时阵，讲到讲咱这个台湾的这个媒体吼，限台语节目17%吼。我相信你是无甲问讲，这个17%安怎算出来啦吼？是安怎毋是20%，还是19%啦吼？这可能是一个真困难的算术问题，但是我想想咧吼，我有替伊解决，我知影伊安怎算出来吼。我来讲互大家听啦吼。好，请。因为吼，迄阵台湾讲台语的人口吼，83%啦，吼。83%。袂晓讲、袂晓听台语的人口吼，差不多17%啦，吼。所以，吼，即个外来政权就讲 ，OK， 我即摆是主人啊，吼，我爱占83%咧。恁剩咧剩17%咧，我想是安尼算出来，吼。对毋对吼？甲咱宋楚瑜知影咧，以后有机会再来甲问看觅。第二点，即个我会记即龙公兄吼无偌久前讲吼，加在啦，咱台湾人吼，早传入来即个宗教吼，是基督教吼，毋是别种教吼，因为吼，照我所了解啦吼，基督教是一个宽容吼，合作吼，平等即款教义的宗教啦，吼。所以拄则罗牧师安尼讲一大堆，讲一大截吼，咧讲即个咱长老教会伫台湾吼，对台湾文化诶贡献会使讲啦吼，还是讲拍拼吼，我足同意啦吼，我想讲吼，替你来甲你结论一下吼，就是讲吼，长老教会吼，来台湾了后吼，伊毋是单单干那咧推销圣经这本册，吼，伊若干那专心咧推销圣经这本册哦，伊即摆都毋免台语的圣经，毋免即个阿美族的圣经啥，都拢中文就会使啊，吼，所以伊毋是啦，伊是咧用伊所做的代志来说明，互台湾人知影圣经到底是咧讲啥，吼，毋免用文字来说明圣经的内容。我想总结起来，会使讲就是即个长老教会来台湾以后所做的，吼，这甲共产党即个宗教是无共款啦。共产主义你若甲看做一个宗教吼，写真水迄本册真水，但是即个共产党所做的吼，甲因讲的无相呢，吼，所以这无共啦，吼，我足同意梁公兄讲的，加在啦，咱台湾吼。即摆事件吼是基督教，毋是共产主义。多谢。多谢你的好意见。Austin 的眼先生嘛有举手。
我会使讲袂，有时间能讲无？咱尽量较短好无，因为迄个我答应讲讲即个大较紧啦牧师讲，迄个点半钟要结束哈，所以是嘿。我讲较紧诶啦吼，迄个感谢即个迄个有做啥？叫做咱即个基督教啦吼，甲对台湾诶贡献真好啦吼。真甘心，我就是真甘心吼。我伫台湾诶时阵吼，走去台顶吼，看迄个麻风病，其实泰国病诶病医吼，即摆大概关去啊，是毋是？我去参加，我感觉遐个人吼，足甘心诶啦吼。我想要问诶一个问题吼，就讲即个节目吼，是讲做文艺复兴诶节目啦吼。我看到文艺复兴吼，我较有趣味啦吼。安怎呢？迄个英语吼，伫迄个16世纪诶时吼，有那是做文艺复兴啦吼。对文艺复兴来吼，甲英文吼建立起来，变做世界语言啦吼。毋过迄阵当时呢，台湾话吼为迄个单三五娘吼，有那迄阵开始咧做台湾话文字啦。450年以后吼，英文吼。英语文吼是变做世界语文啦吼，毋过450年以后咧，咱台湾文字吼建立袂起来吼。咱这牧师今日咧讲诶吼，虽然讲是文艺复兴诶题目吼，毋过讲诶大部分拢讲是文化复兴吼。你是有啥物无相像诶所在吼？我所在其实是文艺和文化有无相像所在啦吼。文化是文字足重要啦吼，文艺呢，佫有啥物其他艺术啦吼，音乐啦吼，啥物画图啦吼，迄落遐物件啦吼，你会使甲澄清一下吼。是咧吼，你知我诶问题无？我知，嘿，好，多谢哈。多谢。我当歹势，我先迄个讲一寡我诶回答啦哈。而且其实吼，伫文艺复兴迄段吼，其实是拢按语言开始啦。文艺复兴迄个前段吼，是阿拉伯文明吼，因连续差不多800-900档诶大翻译运动啦，所以因去吸收足侪世界无共款诶文明。迄当时中古世纪离欧洲遐应该是拢真黑暗。到尾啊，因为阿拉伯迄阵啊统治西班牙遐个所在，所以因含遮欧洲诶迄个所在拢会当讲足侪种语言啦。所以真侪文艺复兴迄当时诶人吼，因是去透过阿拉伯文，佮去了解古早时代遐个文献吼。所以是咱咧讲诶文艺复兴，其实是上早脱离袂开语言啦吼。上早就是咧等体吼，用迄民族语、地方语，人看袂起诶方言来开始啊！这问题足大啦，所以足大。咱就写迄个律师吼，你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吼，咱就来结束啦。你若迄个罗牧师，你若拄则你有要回应这位先生吼，你较做伙回应吼，了咱就来结束安尼。而且我来听大家意见，甲迄落想法。来，律师。你无开麦克哦，律师你麦克你开者。即马有讲吼，有听到？真多谢吼，我是1941出世伫麻豆草地囡仔，所以我自细汉就是草地诶迄个普通诶宗教吼。但是阮小妹甲妹婿啊，伊是伫麻豆做长老吼。我无以前安尼较无机会来研究来学习。今日去听即个演讲吼，我感觉足佩服吼，足甘心啦！即个长老教会不但对台湾历史上贡献遐尔大，医学教育各方面吼，即马即个长老教会对台湾的意识吼，我是非常的赞成，真多谢。好，多谢。迄个罗牧师，你敢有要啥物要回应？各位遮的父老乡亲吼，恁伫北美洲所了解的学习，所有的经验，实在是比
阮伫台湾小小的岛内面吼较济安尼，所以希望恁以后有机会若转来台湾，会通来访问长老教会总部伫罗斯福路的所在，啊，伫遐甲阮提建议，啊，互长老教会通去思考咱遮海外乡亲的想法，哦，这是甲阮拜托，多谢。安尼感谢大家参加吼，最后吼，我来小一个即个马街啊吼，这是叫做我心所爱台湾吼，啊，其实是根据即个马街伊的原作吼，叫做最后的徛家吼，啊，咱要离开，人会当先离开，啊，要留咧听的人吼，会使留咧听吼，好无？啊，咱的节目咱就是到这结束啊啦吼，咱再来听即个音乐吼。我心所爱的台湾啊，我今生献予你。我心所爱的台湾啊，咱是咱本爱你。虽然是风雨这天，犹原看着山顶草，青青。看着残河水是这样的水，远远是风摇大海，我自天边海角飞来，故乡的情天。我已经不知，徛伫这个所在啊，这是我的将来，这是我今生所爱，感谢上帝安排。呀，嘿，为我的台湾啊，赴汤蹈火的不愿走，为我的台湾啊。生是死不回头，为着公义和平，万万请做上帝子民，永远怀抱使命。上帝公道来临，祈求上帝公道来临。那是我一生用尽，我也落地生根。我心所爱台湾啊，我用尽我的一生。
好，多谢。咱的今仔日的聚会，咱就到这为止吼。我卖过个会开咧吼。咱若有要到咱遮开讲吼，欢迎吼。多谢大家。多谢。谢大牧师吼，伊多谢真正今仔听着足好的台语讲道，多谢。感谢。我嘛是学习，因为我是客人。哦，我会使讲一点仔话无哈？我的问题啦吼，台语吼是一个调的语言啦吼，台语介特色的所在就是调啦吼，台语的调有